乡亲继续要来看这个天气的状况咯。过一个凉爽的中秋了后，接落来这3天的连假拢是温暖的好天气。日时的高温33度、34度，但是到后礼拜一的这个开工日，阁要变天咯。这个北部、东北部有局部的短暂雨，而且嘛反较凉冷。 高温存24度，甲中秋连假温度差到有10度遮尔啊多哦。这真会感冒，乡亲都要注意天气的变化。虽然中秋已经过，但是日头也是真美，气温一点仔都拢无降。因为东北风的减弱，对拜五到礼拜拢真热，上热会当热到34度。不过早暗的温差会较大。另外，北部参东半部透早天气会较凉，像花莲的里溪潭只有18度3，桃园的大溪只有19度半。所以，伫这个中秋连假陪大家团圆的，唔但有月娘，也阁有日头。但是后礼拜一休假了后，天气就要变化。 就是会有另外一波东北风再次南下，那一直到8号来讲的话，都是东北风的影响，所以基本上就是北部跟东半部的一个天气就会在转差，会有局部短暂雨的天气。不过就是5号的一个天气会是比较差的，在东北部跟大台北山区的部分，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。尤其北台湾的高温就是会明显下降，大概是在24到26度。不过只有北台湾会受到影响。 中南部也是真热，高温差不多拢伫34度，提醒民众一定要注意。